淨土法門以信願行三為宗。信係信仰極樂世界，願係求生極樂世界，行係念佛。我哋今次講行，講喺有惡疾嘅時候，染病嘅時候點樣算？食藥無效嘅情況之下點樣算？大師係咁講嘅。汝之病乃宿世或現生，有害人性命之時，此業不消，病決難好。現在契藥無效，即可不契，但悉心念佛，念觀世音，以其超度怨家。當生慚愧心，不可生憤恨心。生慚愧則怨家之怨恨可解，生憤恨則是欲解而更結義。以彼懷恨相報，汝又懷恨彼報，則越結越深惡，可如何矣？此時解怨釋結之最上一着。大師嘅開示係咁。